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18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24天。前线总共发生155次战斗，那么最激烈的战场还是在波克罗夫斯克前线。按照这个乌方的说法在波克罗夫斯克前线乌军对俄军进行叫围困战术也就是俗称包饺子这个据说饺子馅大概是1000俄军，已经补给接近断绝5周。双方目前在俄军补给线附近这个激战，乌方的这个总统泽连斯基和总司令希尔斯基都接二连三的访问前线，鼓舞士气。那么乌军肯定是试图要打掉俄军的补给线，但是目前看好像还没有成功，似乎变成了围点打援，也就是既然这个补给线掐不断，那就消耗吧，因为俄军一批一批的，无论是人员还是物资都在往里送，结果就变成乌军的目标。那么这种状况恐怕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波克罗夫斯克外围形成了3个包围圈，失去了空中支援的这个俄军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救援。这个据说俄军特地转向进攻南顿涅茨克，以图围魏救赵。乌军一面收紧包围圈，一面攻击扎波罗热，并收复多个阵地，使得俄军克里米亚补给线面临切断的风险。如果俄军不压缩战线，不仅打不下波克罗夫斯克，连乌东四周盘踞的俄军也将面临供给不足的后果。根据这个战争研究所的说法在波克罗夫斯克俄军的包围圈南面还有一条小路可以进出，那么这个乌军目前就是重点关照这条小路泽连斯基和希尔斯基分别访问前线，鼓舞士气。目前乌军并没有发动强攻，而重在打援。希尔斯基强调要精细化指挥，打出更好的消耗，也就是伤亡1个乌军要换来更多的俄军和装备。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在无人机漫天飞舞的情况下，在双方都在搞无人机墙，对吧？24小时无死角的监控。在这种状况下，俄乌双方在前线都难以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所以只能发动小规模这个突击步兵小组战斗。这个实际上就要拼这个步兵的战术。波克罗夫斯克战场的这个惨状我估计大家也看了很多视频，这里就不多介绍了。总之双方的无人机那都不是吃素的，凡有活物经过，有移动的物体，那就宁可错杀3000不可放过1个，就是把这个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个泽连斯基和希尔斯基说，这个波克罗夫斯克多部罗皮利亚区被围困了1000名俄军但是到现在迟迟未能剿灭。我在想所谓的围困恐怕也是用无人机困住，那人家躲在地堡里面，躲在那个建筑物里，你还是没办法用无人机剿灭。所以说你要剿灭还得派地面部队，对吧？也就是你得派特种小组进去剿灭，那你又遭到人家的无人机的打击。所以说双方在这个多布罗皮利亚这个地方已经搞了半个月了，所以只能打这种围困围点打援，打击他的这个增援部队。这总之也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双方的报道要知道，在这个1400公里战线上，哪一方都很难形成一个突破。那对我们对吧，这个关心俄乌战争的人来说其实你不要关心前线那个点点滴滴，一个定居点或者2个定居点或者多少平方公里收复或者被人抢走，这个都不重要。对我们来说，只要前线稳住了，至于它稳在什么地方都不重要，只要它僵持住了，那么对俄罗斯来说这就是失败，因为时间不站在俄罗斯，这个我想大家都明白。但是乌军他经常要化被动为主动，对吧？也经常发动一些主动的攻击来吸引俄军注意，要调动俄军要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俗话说对吧，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所以说根据天空新闻报道说乌克兰正准备对克里米亚发动大规模进攻，并且说这有可能是在半岛进行2栖登陆，也可能是对克赤大桥，也就是克里米亚大桥大规模攻击。而这个克里米亚大桥是俄罗斯军队补给的关键后勤动脉，虽然没有透露时间或具体兵力细节，但该媒体的消息来源表明，大规模行动正在准备中。这个天空新闻军事分析师叫克拉克，他说尽管天气条件持续恶化，乌克兰仍可能在冬季前实施突袭行动。近期
对克里米亚雷达站和防空阵地的打击可能为更大规模的行动扫清障碍。克拉克认为，这可能表现为对克里米亚实施空袭或两栖突击，以扰乱俄军部署，甚至不排除袭击克里米亚大桥的可能性。说实话啊，我倒觉得乌军很有必要摧毁克里米亚大桥，先收复克里米亚。如果乌军要收复了克里米亚，那这个对普京的打击，对俄罗斯的打击，那绝对是摧枯拉朽式的这个绝对是破防。无论是为后来的谈判，对吧？万一俄乌双方要谈判，那你克里米亚已经被我夺回了，你还能再让回去？这是第一个从外交、从谈判层面以及对俄罗斯的打击这个层面来说。另外一个，从这个军事角度来说我认为打击克里米亚要比在波克罗夫斯克，对吧？在库尔斯克或者是扎波罗热要这个对乌军来说具有一定的便利，因为克里米亚对俄军来说那是个神经末梢，对吧？无论是军事援助还是兵力还是支援，它都是难度要比这个扎波罗热对吧？比顿涅茨克要难得多。你看这个克里米亚就靠一个克什大桥，就克里米亚大桥，那边是扎波罗热，对吧？梅利托波尔这个大陆桥，也就这么两个脆弱的地方相连。如果克里米亚大桥一炸被摧毁，再加上这个梅利托波尔这条铁路运输这个枢纽被乌军一控制，现在乌军已经有了 F-16现在 F-16这个对吧战斗力这种协调这种作战能力肯定是与日俱增的，对吧？再加上乌军的无人机封锁这个扎波罗热这个大陆桥也不是没有可能，那么就会导致克里米亚陷入混乱。所以你看乌军现在在克里米亚天天炸他的 S-400那个雷达，炸他的机场，炸他的储油罐，这个克里米亚缺油是最严重，所以你不能不怀疑这乌军恐怕现在是对这个克里米亚有所这个谋求，有可能要出其不意。而在克里米亚作战呢，它基本上这个对冬季来说影响要小一点，这是我个人认为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乌军应该现在叫趁胜追击，趁热打，趁着特朗普现在有点含含糊糊，对吧？也要给乌克兰援助这个战斧导弹，趁着欧盟现在来劲，应该继续力量对这个克里米亚进行致命一击。毕竟黑海舰队已经打残了嘛。再我们看看这个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俄罗斯指挥部可能正在将第98空降师从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调往赫尔松方向。在赫尔松方向作战的乌克兰无人机营指挥官于10月1日报告称，俄军指挥部已将第98空降师从卡西夫亚尔附近调往赫尔松方向，以接替第70摩步师。一段来自俄罗斯消息来源的地理位置录像显示，据称隶属于第98空降师的俄军正在攻击赫尔松州普里德尼普罗夫斯克的一处房屋。这个是美国战争研究所首次观察到俄空降兵第98师在卡西夫亚尔方向以外的行动报告。自2023年4月以来，该师几乎只在卡西夫亚尔方向行动。重新部署空降兵部队第98师的原因尚不清楚，俄军指挥部可能正在将其重新部署至赫尔松方向。我在想这就有可能跟这个传言中乌军要进攻克里米亚有关系。那么乌军要进攻克里米亚，那这个第聂伯河，对吧？赫尔松这个一定是主要战场。我们再看看双方的互相这个远程纵深处的这种重点目标的轰炸。当地时间10月1号，在被占领的第聂伯河左岸赫尔松州叫新卡夫霍卡市，莫斯科任命的前市长列昂季耶夫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另一名乌奸莫斯科任命的赫尔松州伪州长萨尔多宣称，列昂季耶夫在袭击中受重伤，当天晚些时候在医院重伤不治。总之又一名乌奸死在无人机之下。前几天又传言这个萨尔多也被乌军轰炸那个度假村的时候给炸死了。但是现在一看人家辟谣了。但是这个萨尔多给俄罗斯人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好消息就是萨尔多他还活着没死，坏消息是另外一名乌奸新卡夫霍卡市的市长被炸死了。乌克兰无人机刚刚击中俄罗斯北部最大的叫亚罗斯拉夫炼油厂，这座炼油厂年处理能力超过1500万吨，全俄排名第5。这个应该是前天晚上击中的。那么现在这个当地官员否认遭袭，宣称是应急演习。俄罗斯官方有意淡化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的燃油供应短缺问题，强调原因为事故和危险。
维修，避免引发俄罗斯民众的更多不满。那么这个 VT-6 处理装置啊被击中起火，预计啊至少要停工1个月，损失大约超过5.5。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叫普里莫尔斯克石油出口设施，在这次袭击中啊，乌军用无人机击沉2艘引自油轮，并严重损坏泵站和港口控制设施。此次无人机群的袭击彻底摧毁了俄罗斯当地的防空系统，也就是防空系统完全成了一个瞎子，它已经被饱和攻击啊。10月1日，乌克兰的无人机在赫尔松地区袭击了俄军重要军事目标，并且在俄罗斯的叫特维尔州博洛格耶的国家燃料储备库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一架无人机击中了洛科莫季夫产内的航空燃油储罐。事发后，相关区域被封锁，应急人员持续对储罐群进行降温。俄罗斯叫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苏维尔港港区和瓦尼诺区居民被迫在加油站过夜，尽管晚间有油罐车补给，但燃油瞬间售罄，民众携带毛毯、食物和保温杯在加油站彻夜等待。同时说黑市原油交易猖獗，非法燃油交易价格达到150卢布每升，也就是可怜的俄罗斯人想要加到汽油，必须到加油站排长队。现在这个季节俄罗斯已经很冷了，他们带上毯子、厚毛衣在那熬夜排队。同时俄罗斯的叫斯摩棱斯克火车站的油罐列车和木材发生特大火灾。恐怕又是乌军的敌后武工队的杰作，也就是俄罗斯国内叫狼烟四起也是乌军持续不断的对俄军的炼油厂、输油罐这个油气管道、码头、泵站进行打击俄罗斯国内的油荒是越来越严重。刚才有不限购的或者限购比较宽松的这个地区有俄罗斯民众已经去连夜排队。那么在克里米亚呢，说克里米亚半岛居民的燃油限制已从上个月的每次加油不得超过30升减少到每次加油不得超过20升，这包括柴油车以及以外的所有汽油车。也就是你在克里米亚加油一次不能超过20升，大聪明那就得反复排队，对吧？加了20升，然后再开到队尾再去加20升，那这样的话你要加到自己满意的把它加满，那得估计要排个3、4次队那就得至少要排个1上午。克里姆林宫任命的克里米亚负责人阿克肖诺夫告诉媒体说，目前没有看到缓解的可能性。这个俄罗斯人也是经常会说一些实话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成功打击吸引了西方媒体的和专业人士的关注，或者说得到了这个西方军事界的军事专家的认可英国军事专家叫菲利普·英格拉姆说航程超过1000千米的远程无人机正在把俄罗斯庞大的石油天然气帝国变成一片火海。乌克兰不仅让俄罗斯军队和民众同时受到燃油短缺的影响，还直接打击了克里姆林宫的钱袋子。战前俄能源出口为预算提供40%的这个收入现在即便是有国际制裁，比例也有30%。能源收入在乌克兰的打击下迅速减少，高昂的军事开支却不断增加。打战就是烧钱，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加税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10月2号，比利时首相表示援助乌克兰的西方国家组成的意愿联盟应当改变其策略，意愿联盟必须转变为出资联盟。这个比利时首相说比利时方面反对没收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因为目前尚未从欧盟当局获得关于分担金融风险的必要保证。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谈及欧洲国家可能没收俄资产时，斥责欧盟就是一个有人望风、有人抢劫的团伙。实际上关于欧盟要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这个事情，现在据说还没有达成一致。你看这个比利时的首相他什么意思他也不是反对他是建议这个由欧盟统一什么意思呢？就是俄罗斯在欧盟这个国家的这个资产实际上是在各个国家的银行里，对吧？你比如说比利时，他冻结的俄罗斯的资产就在欧盟在欧洲这个国家里面算多的。那俄罗斯人就说了，谁要动我的资产，那我就专门打击谁。
对吧？我就反向制裁或者反击谁，那比利时他就觉得他就冤了，也就是说啊，其他国家都有这想法，所以比利时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如果比利时动用了这笔资产，那么俄罗斯要索赔的话，俄罗斯要打击的话，如果比利时要还的话，要赔偿的话，那么希望欧盟来担保，也就是欧盟大家一起还。说白了就是这个责任怎么分担的问题，对吧？你不能因为我这儿压着俄罗斯人的东西多，你就让我把拿出来全部给乌克兰，那到时候赔也是我赔的多，那他就不干了，对吧？他希望这个是个欧盟统一的行动，到时候如果真的要赔的话，那么整个欧盟一起赔，大家按比例赔，那我就愿意。实际上啊，为什么说比利时呢？这个就代表了欧洲很多国家的一个内心想法，也就是谁也不想多出，那按比例分可以，就这么个态度。那么现在啊，据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好像也不同意，也就是工作还在做。我想啊，最终啊不得不同意，只不过是还要磨啊。毕竟啊，现在乌克兰的形势好像缓和了一下，所以欧盟好像又有了时间来磨蹭啊。他这个毕竟讨论的是2026年军事援助啊，还有点时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说啊，乌克兰将对攻击关键基础设施的行为进行反击，也就是说，俄军如果再攻击乌克兰那些关键设施啊，那么乌克兰就要反击了。反击的结果是什么？泽连斯基警告啊，就是让你莫斯科停电。这下好了啊，莫斯科人有福了，往后啊很有可能啊停电变成莫斯科人的家常便饭，变成一个常态。莫斯科人很有可能啊动不动啊就要往地铁里、防空洞里钻，战火恐怕还是要烧到莫斯科。这个乌克兰的总参谋长叫豪纳托夫表示啊，乌克兰将找到执行这些行动的手段和武器，并对俄方的任何行动做出回应啊。说来说去就是特朗普啊这个答应的啊，承诺的要援助乌克兰战斧巡航导弹。那打击俄罗斯的这些电厂、发电站啊、变电站，恐怕都需要这些战斧导弹。这个法国啊，前2天不是扣留了这个俄罗斯的一艘这个影子船队的油轮吗？怀疑那个油轮啊发射无人机偷拍这个欧盟这个国家，那这个恐怕对吧？这就跟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啊。法国陆军参谋长皮埃尔·希尔将军表示，法国部队必须最早在今晚做好高强度作战行动的准备，并警告称可能与俄罗斯联邦因保卫北约盟友而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从这可以看出啊，无论是德国还是英国还是法国，现在是越来越紧张，对吧？德国和英国啊都宣称与俄罗斯已经不是和平状态，虽然没有说啊就是战争状态，但反正已经不是和平状态了。而法国人家说什么？要做好随时跟俄罗斯战斗的准备。你看啊，这个图片报道啊，说除了军事基地等设施之外，大量不明无人机正在德国关键基础设施上方飞行，包括但不限于大学附属医院、电站、地方议会大楼、港口、造船厂和炼油厂等。那这无人机是谁发射的，对吧？这个恐怕大家都心知肚明啊。总之啊，欧洲上空的紧张空气是越来越浓烈，不明无人机连同很可能已被用于军事用途的影子舰队，引发了欧洲越来越多的担忧俄罗斯可能会对欧洲发动珍珠港式的袭击，同时也意识到美国不再可靠，未来一旦与俄罗斯发生冲突，欧洲必须依靠自己。特朗普政府刚刚通知美国国会，将对爱沙尼亚的军售计划从2022年前的5亿美元大幅增加到47.3亿美元，海马斯火箭炮从6辆增加到12辆，射程300千米的陆军战术导弹从18枚增加到200枚，还有很多武器啊。这个美国怎么突然给爱沙尼亚就波罗的海3国啊提供这么多武器呢？这个不言自明啊，这个大家自己去想。那你也可以说特朗普啊这个临时赚一笔，但是我想啊这个之外恐怕还有别的原因，也就是说啊做好对俄罗斯的防备，毕竟这些国家都太小了，如果普京真的头脑一热，可能一晚上就把这些国家搞定。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给他武器的话，你到时候再援助武器来不及了，还是所以先得把他们武装起来，怎么着也能顶个24小时啊。这个波兰的外长啊希克尔斯基在接受CNN采访的时候啊，他说特朗普啊现在站在乌克兰一边，是因为他喜欢胜利者，也就是特朗普有慕强心理。他说俄罗斯军队的地面攻势已经失去动力，俄罗斯的庞大国土面积反而成了不利因素，导致其无法为其提供足够的防空保护。这个说的对啊，俄罗斯那么大，你说你要布设这个 S400、S300或者其他的防空系统，你得要多少套啊？可以说是叫防不胜防啊，对吧？到时候因为你的这个防空网啊，网络如果不全的话，人家可以绕行，这也是国土面积大的就是大的难处啊。那个对俄罗斯来说啊，更不利的消息来了啊！这个10月2号，路透社报道啊，他说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有关俄罗斯境内远程能源基础设施目标的情报。美国还要求北约盟国提供类似的支持。目前，美国正在权衡是否向乌克兰提供射程达2500
500公里的战斧导弹。战斧导弹从乌克兰境内发射，足以打到莫斯科，如俄罗斯大部分欧洲领，就是乌拉尔山以西的部分，乌拉尔山以东的部分打不打无所谓啊，炸不炸都行。华尔街日报指出啊，在美国的帮助下，现在乌克兰可以更容易的袭击炼油厂、管道和发电厂等基础设施，以切断俄罗斯的收入和石油。能源收入仍然是俄罗斯资助战争资金最重要的资金来源。说特朗普已采取措施对印度进口产品征收额外关税，以迫使印度停止购买折扣俄罗斯原油。也就是特朗普现在逐步在向俄罗斯施压，对吧？也给乌克兰不仅要提供这个战斧导弹，还要提供这个俄罗斯境内的这些远程目标的这些情报，以便乌军更好的打击俄罗斯这个重点目标啊。10月1号，路透社报道啊，说 G7 财长单日举行视频会议，并发布联合声明。声明指出 ，G7 将采取联合措施，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重点打击那些持续增加购买俄罗斯石油以及为俄罗斯规避制裁提供便利的国家。我们将采取具体措施，大幅减少并逐步淘汰我们剩余的俄罗斯进口产品，包括碳氢化合物。此外，声明还称 ，G7 正在认真考虑对资助俄罗斯的国家采取贸易措施和其他限制措施。据悉，声明中并未点名任何国家。这个 G7 说的对啊，我觉得 G7 这个没毛病，就是打击那些增加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就这个时候你还从俄罗斯多买，这个不合适。这个 G7 国家要对他采取这个制裁措施。第二个啊，如果 G7 国家自身已经不跟俄罗斯对吧进口产品或者做贸易，这个时候我觉得啊，他再要求别的国家也说得过去，就是自身要正的。你自身跟俄罗斯还在做生意，完了你要求别的国家不能做，这个说不过去啊。第三个啊，就是很多国家实际上包括2个印度啊，是不可能为了俄罗斯这么一棵大树啊而失去整个森林。这些国家跟俄罗斯保持贸易关系，无非就是想体现我们啊这个叫主权，我们是自主外交独立，但是肯定会买的越来越少，这个不用怀疑，对吧？你跟俄罗斯做来做去能有多少外贸啊？顶多2000亿啊。那你跟美欧对吧？还有日韩、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加到一起是多少？哪头重哪头轻不知道吗？但是没有关系啊，因为俄罗斯有它强大的理论，俄罗斯有它强大的逻辑。这个世界上啊有2种逻辑，一个叫逻辑，一个叫俄罗斯逻辑，或者俗称啊叫强盗逻辑。大家看一段视频啊。到俄罗斯逻辑，总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0大搞笑语录。1.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国家。2. 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领土，我们对领土没有任何兴趣。3. 俄罗斯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发动过侵略，从古至今我们都是被胁迫的。4. 俄罗斯没有发动战争，发动战争的是乌克兰。5. 俄罗斯在远东的广阔领土都是通过友好协商得来的。6. 自沙俄时代以来，每一块并入俄国的领土都是自愿的。克里米亚和乌东4州是俄国的固有领土。7.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是因为基辅挤压了莫斯科的生存空间。8. 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谈判，只不过基辅和西方不愿意跟我们谈。9. 各国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10. 任何民族矛盾都应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而不应诉诸于武力。纵观世界政坛，既如此搞笑又如此不要脸的外交家，舍他其谁？如果再算上普京在很多场合说的这些话，对吧？什么俄罗斯的领土没有边界，对吧？还有什么俄罗斯的领土什么没有1分是多余的，还有什么俄军的军税啊踩到哪里就是俄罗斯的领土，这都是啊俄罗斯的叫五夫一娃一金说的啊。大家在网上可以找到这样的视频。我不知道黄俄啊听到拉夫罗夫说远东啊是通过协商得到的，就我不知道黄俄是什么样一个心情啊，是跟谁协商的？跟黄俄协商的吗？协商的啊什么意思？就是你同意你送给人家的，人家可没打你啊，是你自己愿意送给人家的。怪不得黄俄动不动就劝泽连斯基投降，可不吗？对吧？那边没打你就投降了，这边打成这样了你还不投降？你看咱们对不对？就黄俄这意思啊，就是我们不打我们就投降，立马就说土地换和平嘛。怪不得他理解不了泽连斯基的反抗，对吧？乌克兰人的这种反抗侵略精神，他没有办法理解啊。包括胡一金老师，对吧？这玩意怎么就不能协商呢？协商了之后，你把这些地方给俄罗斯不就完了？打什么仗啊？这个拉夫罗夫说啊，俄罗斯是最不喜欢打仗
然最爱和平，俄罗斯是最愿意谈判。那我想也是啊，通过谈判就能获得这么多土地，那谁不愿意谈判呢？打仗毕竟要死人，对不对？谈判就能谈来这么多土地，你乌克兰为什么不同意呢？然后你欧洲这些国家为什么反对呢？逼得我出手，所以还是你们不对啊，这就是俄罗斯逻辑。但是遗憾的是啊，这个俄罗斯逻辑啊，现在他已经没有这个实力啊来宣扬他这个逻辑，他的实力撑不起他的雄心，更撑不起他这种强盗逻辑。这是人类之幸啊，这是文明之幸啊。我看有俄罗斯媒体报道啊，据说俄罗斯啊要准备增加酒税，这也是呢乌响啊，俄罗斯人离不开酒啊，从此啊每喝一口就是为乌响啊增加贡献。俄罗斯文传电讯报报道称，俄罗斯财政部预计明年从俄罗斯人的存款中征收5680亿卢布的利息税，增值税增加1个点，对吧？酒再增税，存款再征税，然后这个俄罗斯的国有企业啊赶紧私有化，就是卖，这一切都是为了筹措啊乌响。所以这个乌克兰人啊也是看明白了，乌克兰的这个总司令谢尔斯基暗示啊，俄乌战争会像一战那样，直到其中一方耗尽力量后才会结束。他希望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并加强对俄制裁。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乌克兰人现在已经认清形势，对吧？你不能速胜，你也不可能把俄罗斯直接打败，也很难把俄罗斯啊说直接就赶出这个乌克兰领土，这个都不太容易，所以只能是把俄罗斯耗败。那既然是消耗俄罗斯，那就是乌克兰的损失要，对吧？所以战色要控制好。现在就是比时间，显然啊，时间是在乌克兰这边。欧盟把这个援助计划都做到2028年了，你俄罗斯呢，对吧？现在就已经开始加税了，俄罗斯老百姓受得了吗？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啊，等到莫斯科，等到俄罗斯边缘地区的老百姓发现这个战争不是那么回事的时候，发现战争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造成他们的贫困，他们的失业，普京的麻烦就来了。最后我们再看看俄罗斯的这个口炮界的一锅啊，这个梅德韦杰夫啊，他开始回应了特朗普所说的啊，说他派了2艘核潜艇啊，猫在俄罗斯的家门口，你们看不见。这个梅德韦杰夫啊，他回应啊，在黑屋子里很难找到黑猫，尤其是在没有猫的情况下。据说啊，这西方人说这句话是来自于古老的东方啊，说是孔子说的，咱也不知道啊，咱先不管这个。总之，这个梅德韦杰夫敢还嘴，我觉得特朗普不能忍，对吧？特朗普不敢怼，不敢损普京，对吧？不敢直接攻击普京啊，但是他攻击梅德韦杰夫呢，还是没有任何心理障碍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梅德韦杰夫和特朗普2人，那真正的叫将遇良才，棋逢对手，对吧？一个是坚持喝早酒啊，是在醉醺醺的状况下，很少有清醒的时候；一个是不喝早酒，他也是每天很少有清醒的时候。所以这2人在一起，我想大家还是愿意看的。所以希望啊，这个特朗普啊立即反击这个梅德韦杰夫。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啊，这个乌克兰的媒体报道啊，他是转发的，说据24频道援引彭博社报道说，莫斯科预计对华天然气销售的利润将远低于对欧的出口。俄罗斯经济部预测，未来3年对大国的天然气价格将至少比对土耳其和仍在购买俄燃料的欧洲国家低27%。说至2025年，大国与西方市场的天然气差价将进一步扩大到38%。这个是彭博社报道的啊。至于大国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到底是贵了还是便宜了，咱先暂且不说啊，至少没有贵就是最好的。说去年俄罗斯对大国的天然气出口价格约为每千立方米249美元，而对西方市场的供应价格则高达每千立方米402美元。实际上有的时候价格不能这么绝对，对吧？因为这很多东西内幕咱们不知道，彭博社也不一定知道，就是他那个计价方式啊，你看每立方米啊，好像是250美元，好像挺便宜，但是说不定这里面刨掉了什么，就是贷款的钱、修管道的钱，是不是都算在里面？说不定人家如果把利息、把这个你帮他修管道或者贷款什么钱算在一起，你都已经500美元1立方米都有可能。我说的就是举这个例子啊，就是很多人我们不能简简单单就看一个价格，就说贵了还是便宜了，我们只能说啊，这个有没有让俄罗斯，对吧，从中获得更多的战争资源。但是我想啊，综合成本很有可能是比欧洲要便宜的，毕竟啊谁都不傻，毕竟啊谁家家都一本难念的，对吧？大家经济都不太好，那现在就看俄罗斯啊还能坚持多长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